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反映物价。这个遗产税明年开始可能会做调整。这个遗产税收费的分级将会提悬600万到1200万，这是去年来第一届来调整。专家认为，对高资产的族群较有利。3278号。人活一世人看观察才会当论定遗产甲后事，等囡仔才会当确定。不过遗产税会有偌济钱爱纳互国税局咧？明年开始可能会有新的调整，反映物价指数累积到10%，有可能遗产税给付会变做600到1200万，政府税给付会变做300到600万。这是超过7年来头一届调整。人讲的纳税给付，就是遗产税免税额有1333万，政府税免税额是244万，超过免税额到了后的钱要安怎来计算？调整给付了后，是啥人会有好处的？根据这种物价指数的调整之后的结果哈，我们那个赠与的金额在2000万元2500万元以上的话是可以是受惠的，那遗产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了也是可以受惠的。用扣掉免税额到的遗产净额5500万，照即卖版本税率是10%，安尼是500万。另外500万用的税率是15%，是75万，拢总爱纳575万。不过调整了后，5500万拢是用10%来算，拢总就爱纳550万，安尼算的各减25万，算是对高资产的族群搁较会好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